观众朋友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老师，咱今仔日搁行到即个所在，即个是另外一个吼，足水诶，所以叫做美景，对吧？美景啊，美景。迄是毋是看顶礼拜做成？顶礼拜无看美全诶吼，会当搁倒去看一下。顶礼拜较长啦，你看咱即摆看足长，顶礼拜即2-3倍长。对，无毋对，迄个佫有啥物迷宫行袂出来迄种吼。今仔即个所在足细吼，但是嘛是行袂出来。为虾米？伊内面有迄足水诶100度个迄个世界诶名画吼，所以要排队去看，爱看足久诶安尼啊吼。咱今仔日讲诶是100度会当几千万还是几亿啊？价值一个城市诶钱。价值一个城市，观众朋友有人爱图诶无？爱画图诶？有人迄买100度吼，几啊亿诶，这真正是有钱人诶生活。我有听讲吼，有诶人吼，就是买迄个有钱有名诶图对无？结果因吼，因为迄个买爱收税，所以因规气囥伫一个所在，伫遐吼都毋免买，规气伫遐开一个画展。伫遐用一个仓库吼，囥伫一个国家吼，迄个国家毋免收税，做好算诶吼，毋免收迄个税金啊吼，税金对吧？税金。对啊，100度吼，咱即摆来看美景吼，即个美景宫吼，甲因为甲美泉，就是讲甲迄个上坡人宫来比吼，即间就会足小啊。对，毋过你若无甲上坡人宫来比，即间是足大诶。嘿嘛是足大。你看，伊个分做顶下吼，顶面下面美景宫有顶面上宫下宫两边。是。因为上宫伫南边，对地图来看，咱像伫下骹。毋过因为上宫即个土地较悬，下宫土地较低，所以你对上宫要去下宫是爱落架，下宫要来上宫爱爬架，是这样啦。对。中就是有喷水池啦，有种草啊，种花啊，佫是足重。对，甲观众朋友讲者，即个所在我即个所在就是火车站哦，所以你若去维也纳吼，你坐到火车站，用行诶就会当去即个美景宫，是足方便诶啦吼，对无？所以伊诶德语叫做啥物 ？Schloss Belvedere， 就是贝尔维蒂宫啦，因为翻译个贝尔维蒂宫。贝尔维蒂宫。这原底就是哈布斯内底一个陆军元帅，是陆军的总司令啦，叫做欧根亲王。伊当然伊官做大，伊就较有钱，所以伊就用即块土地去起两个宫殿，一个是甲北边，一个南边。但是等伊死以后，伊诶后代就无搁做大官，就无钱通经营遮尔大诶建筑物，所以就甲卖掉。卖互啥？当然是卖互较早诶玛利亚特蕾莎。毋过玛利亚特蕾莎已经有一个其实伊有2个宫殿啦，对无？伊搁要即个嘛无路用，所以伊无来住。毋过伊要即个诚做展览啦，还是搁囥一寡美术的物件，安尼来路用。足侪北图囥伫遮哦，迄个啥物上宫啊吼，上美景吼，上宫目前是迄个美术馆。美术馆。来下宫其实嘛足侪图伫遮吼，但是因拢有故事啦，因为足重要故事发生伫即个美景宫哦。咱看伊诶2分诶钱然后伊诶钱就是用即个美景宫做伊诶图样。以前拢无发现，欧洲诶钱吼，迄个可可银角啊，伊拢会
逐个国家吼，因为欧元嘛吼，欧元是欧盟区拢用欧元，啊纸诶拢共款，啊但是迄菱角啊吼，逐个国家拢无共哦，所以你若会当来无共诶国家，你爱注意看吼，你会当收到足侪种款诶菱角无所以共款。20 cent，嘿，啊这是20 cent，一点点啊0.25，20 cent 就是0.2啦，0.2元。是，所以你会当来收集吼，收藏安尼，来也是上上讲啊刚才我有讲过啊，送就是较悬土地较悬诶所在，啊中就有喷泉有水泉啦。啊下宫就是下骹吼，下骹遐吼，迄个法兰茨菲迪兰，法兰茨菲迪兰是啥？就是较早咱知影有一个法兰茨一世嘛吼，法兰茨约瑟夫一世啊，因毋是因囝，那就死去啊嘛，啊，所以就有因小弟的大汉囝叫菲迪兰，伊是准备要来接皇帝的位啦。啊，毋过伊是住伫即个所在吼，住伫夏宫做伊的主体，啊，伊互人暗杀，啊，伊互人暗杀以后，塞尔维亚人甲伊暗杀，所以就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。所以伫即个宫殿吼，那发生真侪大代志啊。哦，是安尼，所以即个下骹吼，即个宫殿顶悬下骹即个老师讲，伊迄阵去诶时吼，毋知影这是一个伊诶宫殿对无？所以无翕着吼，伊中嘛是足成诶吼，足成迄个美泉吼，中但是伊足较细啊吼。细细一个，嘛是有一个足水诶一个泉水，泉水对无？水泉。水泉泉，因为遮水底下有那色，有那真好看啦。就是伊较无遐尼长，啊嘛无遐尼大吼。啊，即个就是为顶悬看落去，因为迄个上宫吼，对上宫啊，看落下宫，啊，就是安尼，所以就无注意讲下宫有哪一个宫殿。嘿，是就是下骹遮吼，遮其实嘛嘛是袂歹吼，但是爱为顶悬安尼落去行落去，中有一个瀑布，因为伊诶地势较悬对无？老师，即个上下诶台语咩讲啊？顶下啊，顶美泉顶美经中啊，顶美经中，你若讲台语顶美经啊下顶下啦，上下讲顶下。顶下，顶下。顶美经中伫南平吼，是奥地利美经诶美术馆。啊，就就拢四面啊，正面啊，甲边啊，拢总有迄个人面狮仔身。毋过伊诶人面甲别位诶所在诶人面无共，拢用查某囡仔啊，佮绑伊诶头毛佫有绑起来有无？绑即个叫做啥物辫子，咩讲？都绑迄个绑头毛啊。绑甲足水诶吼。你会看，无注意看拢毋知影呢吼。人面狮身，佫有一个狮仔，一只，所以即只狮较厉害啦。这是狮吗？狮仔身啊，是人诶面面。即摆诶送着顶美经讲目前是美术馆，即个美术馆诶外口都有展览。就有一幅做伊个招牌啊，是，所以就是有迄个做有名诶画家吼，伊拢伫即个所在有展览，尤其是迄个古斯塔夫克林姆，即个有咱即摆讲黄金相位，其实就是黄金比例啊，黄金比例就是0.618吼。1:0.618，
这款。因为这款的比例，这款的比例是看到上水，足侪所在拢照这个比例来做，因为这个比例大省是希腊人先发现的，所以达文西你会记得达文西，伊所有的画作拢总用这个比例。伊讲一个人上水是安怎？是下骹就用下骹的长度等于身悬的0.618倍，这款的比例。所以这款比例叫做黄金比例，因为所有的艺术建筑，你若要互伊作水，是毋是？你若视觉无好看，伤长拄也歹看。就是迄个叫做黄金比例上水，迄个比例所以因迄阵的人就讲迄是上帝赏赐的。大自然模特儿身材，大自然内底就是已经有足侪拢迄款比例，像迄个巴特隆神庙，迄个希腊的巴特隆神庙，你毋知影伊的条仔悬，等于伊厝顶的悬的0.618倍。还佫有伊的长甲宽的比例也是0.618倍。还佫有一个叫做国家地理杂志有无？国家地理杂志迄个马克文的长度嘛。迄个长度迄个比例就是拄啊好黄金比例。足侪来建筑方面也好啦，还是讲画拢差不多拢是安尼啦。我的相片有那黄金比例，你看，我的长甲宽，悬甲宽甲宽长宽的比例，就是用黄金比例。是，所以咱观众朋友有注意无？黄金像，这是克里姆吼。伊安怎用？你看这个人。伊的宽甲伊的长的比例，就是迄个黄金比例。伊伤长无好看，伤肥也无好看。是，伊就画即个贵族吼，你会看足侪纪念品吼，有即个有朋友摕着我的礼物诶，顶悬有即个图诶，100度诶，佫有迄个历史诶，马克杯吼。这拢是有名诶画即阮知影即个人是啥物人吼。所以边仔伊即个嘛是伊即个球伊嘛是一种比例应该是讲安那去设计，安那去算，应该是用数学来算。用数学，即个人迄个数学嘛做好就对啊。100度老师讲，看起来较知影你讲啥吼。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画名康西王对吧？伊有真济话拢伫即个美术馆展览出来，所以你若去美景宫就美景宫的时候，你入去内底看，就会当看到遮真济真有名世界有名的画。毋过若毋是学美术的人，可能会看无啥有趣，因为我家己就看无。讲700度是上贵的啦。700度上贵的有人有摕着。伊的美术馆的外口，佫是用700度顶伫外口当然毋是真的啦，伊是人用即个甲画做即个形的顶伫外口，来做广告、做宣传。就是因的招牌。招牌讲阮内底有700度。是，所以伊就是为虾米遮尔贵？一做用金仔做的啦，伊用金仔全部用金仔，就讲金仔的甲宝的金仔来做。金的银的啦，伊拢用这来搭起来。这个庙，而且伊所画的是个爱情甲欲望。你看，咱注意看，你若无注意看，毋知影是伫咧画啥，我看无。你注意看，是一个两个人伫遐咧 kiss。对，小金是，所以伊就是讲到爱情的色是金色的哦。观众朋友，你爱情的色是啥物色安尼吼？所以伊有讲过吼，无法度安那，因为迄阵的人拢
迄阵诶人拢甲骂啦，莫你画诶是啥物物件？逐个拢嘛看无对无？看无，嘿，所有艺术家拢嘛死去以后才有名。迄阵诶人著甲攻击啊，爱讲安尼无法度通互逐人欢喜，安尼我著互一寡人欢喜就好。所以著照伊诶意思继续画，著无管人安怎讲，安怎批评。就批评伊画诶吼不三不四啦，还是讲你不得，还是讲不成什么体统安尼吼，有啊。真正诶吼，你若要照家己诶啥物梦想对无？来生活吼，是真辛苦诶一条路吼。尤其是艺术家对无吼？艺术、音乐啊，甲画啦、画画。我诶是可能无人会当欣赏诶哦吼。来，即个所在阁有签过啥物？奥地利，咱拢毋知影讲奥地利吼，捌国家以后要去，因为吼1938年诶时吼，伊着纳粹德国甲伊要去，甲伊借去啦，借伊来变德国诶土地，所以咱有一寡迄个。奥地利的音乐家，咱拢讲伊是德国的，其实是奥地利的。因为迄阵互德国甲伊霸占，甲伊并吞，所以伫第一次、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到1945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，当然伊就是德国嘛，德国咪战败，战败伊就四个国家甲伊占领的美国、英国、法国，甲苏联，四个国家甲奥地利占领，占领10冬以后，甲兴去啦。甲1955年的时候，甲伫维也纳伫即个所在签一个叫做奥地利国家条约。所以佫一摆，佫兴去就对啊，佫兴去互伊成做一个民主的国家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民主的。毋知有即个重要诶代志发生尔哦。听讲佫有啥物人伫遮住过？一个足可算诶人吼，一个足有名。即个咱来看者，玛利亚特蕾莎买入来以后吼，就做保命。但是因为玛利亚特蕾莎伊有足侪查某囝。迄个刷尾查某囝要嫁翁诶时候，足轰动。为什么轰动？因为伊要嫁翁是将来法国诶国王。当然轰动。所以伊要嫁翁以前，就办一个就是化妆，就是讲用戴迄个假面具诶舞会啦。参加诶人16000人。即个查某囝吼，即个玛丽安东尼吼。其实足细汉就有名啦，我算互你听。咱前礼拜有讲过吼，讲即个玛丽安东尼7岁诶时阵，因为莫扎特去上无人讲演奏嘛，演奏钢琴，讲要甲伊带迄个。就即个查囡仔就甲牵起来，就甲莫扎特牵起来，莫扎特就甲伊作曲作曲就讲我大汉以后吼，我带意思要带伊做某啦吼，即讲了就了后来伊到15岁，就是15岁时吼，就嫁互法国的一个路易16，路易16迄阵也未做国王啦。过去4冬后，迄个路易16做国王，迄就顺煞，所以19岁就变法国的皇后，足大啦，对无？然后佫继续到37岁，到37岁的时阵伊就互人掠去断头台，伫法国革命，的时候，伫迄个革命广场。底下有设断头台，就甲皇帝抬掉，几个月后，佫甲皇后抬掉。是，这就是足有名。是，因为伊名声是细汉就出头啊。对，伊是玛利亚特蕾莎查囝吼，本来伊拢靠即个联姻来扩展伊诶国土就是讲，对伊查囝拢嫁互人做
完好啦。就是伫遮啦，要翻送伊出来时，就是即个美景宫。对，就是真有名诶一个方向吼。所以，咱想要无永远诶吼，一个永远诶爱情，可能会当用金仔甲伊画落来，安尼是安尼。咱咧看圣经讲诶永远诶国度吼。但你所以像44节吼，当遐日王诶日，天顶诶上帝要设立一国，永远袂废无。伊诶官兵袂会归伫别国，总是伊要毁坏遐个国内面哩，家己要永远徛在，就讲上帝诶国永远徛在，但是所有诶国伊拢会甲伊最后拢消灭掉。伊要统管全部，就末日啊！末日以后，迄个全世界由上帝来统治。来启示6个21章21节，讲12个梦是12粒珍珠，就是上帝啊！上帝天堂是生做安那，伊安尼描写吼，启示录安尼描，讲迄个梦是用珍珠，个遮个梦，逐个拢是一粒珍珠做，城的街路是好的金，亲像透底光的玻璃。伊个金吼金丝丝啊，安那像玻璃。这咱袂晓是，因为咱无看着，咱也无法度形容啦。但是咱看伊所描写的，就讲是真贵重的金，是透底光的，像迄玻璃安尼金丝丝的。是。这是国。咱有迄个，有哦，有人观众朋友有收到安尼皮包，有即个图的吼，安尼爱收啊好，这拢是有名的吼。伊讲啥物？爱情的心吼，热恋的时是粉红的色，冤家的时是乌青色。乌青。这袂歹哦，乌青讲了真好吼。来个有啥物？真善美，对，真善美，奥地利我是吼，咱顶届有讲过对无吼？伫迄个萨尔兹堡吼，所以咱想要伫即个所在讲足侪爱情的故事吼，拢做爱伫遮来拍片对无吼？伫遮因为足水的一个所在吼，所以拢会想着爱情。其实咱嘛会想着上帝对咱的吼，比即个爱情搁较永远对无？永远的疼，永远的疼痛啊，袂无去的迄种哦。可能人吼会变乌青，但是上帝的国，对，咱伫天顶的迄个是袂乌青哦，拢是金的哦。而且你看即个启示录讲的吼，是啥物？亲像迄透底光的玻璃。透底光就是讲金丝丝啊，袂是像迄透明的感觉。透底光的玻璃，对，伫遐吼，规条路拢是黄金。观众朋友有欣赏无？咱来以后吼，咱拢会当去住，规条路拢黄金的即个厝，来透底光，就是规工吼拢是足水的安尼。所以即个咱会欣赏一个永远的国吼，即个国袂去互断头的对无？就是咱想要想讲，家己想讲做好诶吼，结果头去互断去吼。今仔日咱讲较短。因为后礼拜咱有啥物搁较精彩诶，对无？咱会继续讲一个。后礼拜咱会讲音乐家好啊。是。为个哪有出侪音乐？人讲音乐之都，为什么叫做音乐之都？咱会走转来一个教堂吼，足水诶一个教堂对无？迄个教堂就是。因为内底诶管风琴啊，还是讲内底唱歌诶声音，甲足侪音乐家细汉诶时拢是教会内底诶合唱团，就是囡仔班啦吼，儿童合唱的，因为拢有参加，所以真做培养足侪音乐家出来。咱个
共款伫维也纳吼，维也纳踅足久吼，踅袂了。明仔载我嘛阁要来带朋友去遐踅吼。迄种朋友你若有闲，一定爱来遮看觅啊吼。100度，啥物足贵诶100度吼。啊嘛，祝福逐个人吼，人生拢想要啥物比100度搁较好对无？因为咱伫天顶拢有拢会当住金厝哦，金光闪闪诶厝吼。好，安尼后礼拜同一个所在，台湾8点10分，泰国7点10分，澳洲2点10分，搁做伙来讲故事。今仔日咱看到足侪观众朋友伫咱诶线下吼，看咱讲话足欢喜诶吼，美秋、明辉、美华师母吼，安尼逐个平安，多谢老师，平安平安。再会。